再来看新北高中学生挂人按棍的事件，是引起各界关注。教育团体召开记者会，要求修正二校法，针对歹管教学生，明确定出家长要有管教责任。另外，嘛有民众伫咧面册联署，要求政府检讨目前未成年犯罪爱担罪问题。 新北市一间高中学生摕刀杀死另外一个学生的案件引起关注，有民众伫面册发起联署，针对少事法、青少年犯罪通免法，也是减轻刑责的规定要求修正。另外也讲，按照现行规定，家长爱负的责任伤过少。对此，教育团体19也召开记者会，很多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讯息，会让孩子在不成熟的个体上，他有一些错误的认知，那会有一些仿效的一个学习。家长、学生不断投诉，所以老师到底要怎么去管？那管的范围到底在哪边？啊，我想这个部分会造成老师这里会有一些犹豫，学生他会觉得你老师不敢管我，所以他会有更进一步的比较激烈的动作，或者是测试老师的一个底线。教育团体讲，管教学生袂使干那靠学校，要修正二校法，明定家长的管教义务。因表示，青少年犯罪人口一直在增加，为2014年每10万的青少年有637.87人犯罪，到2021年是19,774.88人。近10年来，包含这8年来的一个数据，每10万的人口的少年犯罪增加了47%。2023年的数据当中，暴力偏差行为就27,511件，增加的60%，而少保护事件增加了44%。那幅度最大的，既然是国小暴力事件，跟行为偏差事件，既然有9370件，增加了94%。郭姓少年的事情不是个案。教育团体也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起联署，为17开始到19中昼，已经有4000个户籍。教育团体认为，重视家长的家庭教育责任，亲属斗阵合作，才通真正维护校园安全。记者郭永随台北报道。